来啊，咱着存敬畏的心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因为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伫地。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概是公义，比济好金较趁羡慕，比芳饭滴落来的蜜较甜。各位兄弟，大家熬早平安。真欢喜咱三甲来做伙敬拜，咱即只咱献开圣诗27首，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做咱代代帮赞，请起立。现在三甲来祈祷，至圣阿爸爸上帝，主阮感谢阿罗你，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中间，互阮出入享受到你赏赐的迄个平安。阮感谢你过去106年久，互阮双年教会满满的稳定甲祝福。你赏赐阮有3支安养中心、双联幼儿园、新庄社会福利基金会，还佫有阮这栋双联大楼，互阮会当伫遮个遮舒适的礼拜堂来敬拜阿罗你。阮踮遮献上阮无限的感谢。主啊，阮也要为着有辛苦病痛袂当来做礼拜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啊，所你亲自医治因，互因紧紧恢复健康，
转到阮的中间，同齐来敬拜你。我若要为着心神软弱，或者是无闲出场去拍拼事业的，主求你坚固因，互因靠你得到坚固。主啊，求你将迄个传福音的负担放伫阮的中间，搁将传福音的热情赏赐互阮，互阮即个领5千的双年教会会带来大大荣耀你的名。我若要为着玉山神学院的欠缺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你感动阮双年正会友会当愿意来奉献帮赞，互阮双年教会会当成做正教会的帮赞。我若求你，互阮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伫阮的教会，互阮会当坚固家己，搁成做正教会的帮赞。主啊，阮知阮安尼祈祷依然是无够额，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阮的天父，阮的乃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行，以备进行天理。阮的心原来我来，下令阮的国务，请从阮的下令给我来，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对我来礼拜，并我来领天论，拢是所爱来的事。阿门。接着咱三角来启用18篇第信息后面27面，咱掀开信息后面27面，我来启各位来用。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对甲世界你还未造成，你互人归土。因为伫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当时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所做对你的罗卜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咱直接继续来唱圣诗，阿罗上帝圣诗61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咱起立。
坐。咱伫遮要来赞美阿罗，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唱的是上帝应允。感谢圣歌队用这优美的歌声来带咱敬拜。咱伫遮来看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今仔日要读的有两个所在，咱先开圣经。第一个所在记载伫个诗篇73篇25至26节。第二个是约翰一书第2章17节。我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记载伫个现代中文译本731页，咱先开圣诗诗篇73篇25至26节。除你以外，我伫天里还阁有实罪咧。既然有了你，地面上我阁有需要啥咧？我的心会衰败。总是上帝是我的快乐，永远是我所需要一切。咱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第2章
17节。这世界甲一切俗世的欲望，拢伫咧消磨。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要永远生存。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安尼去行的人。咱线接要邀请玉山神学院副院长何牧师来传讲信息。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享有之后，该想之有。咱恭敬的心来领受。所敬听的蔡牧师以及咱圣灵教会服侍团队，甲所有在座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设立74周年的这个奉献主日，学校派我来伫遮甲咱请安。我先代表玉山神学院院长甲全体教职员生，甲咱说多谢。过去咱圣灵教会对伫玉山神学院真大的这个奉献、付出甲代祷，真是非常的感谢。因为我拄拄离开这个牧会的这个场合，去到伫神学院伫遐来任教，只有3个月若定，所以我搁倒转来伫教会讲道，就敢若亲像我伫德成教会共一样，共款乐团，礼拜人数拢差不多，牧师嘛真侪，就感觉搁倒转牧会迄个气氛。每一摆伫玉山神学院服侍了后，因为是后山资源较少，真侪牧师拢会爱甲我讲笑，甚至会问我：你敢有失落感？你离开人力资源，包括财政拢免烦恼的所在，去到遐就搁去共讨，你敢会有失落感？我讲虽然我失去真济，但是上帝恩待比这搁较济，所以我若代表玉山神学院，搁一摆来甲咱说多谢，有这个机会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这也是我做牧师33冬第一摆来咱圣灵教会，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实在是真大这个欢喜甲感谢。我今仔日用一个题目就是享有之后，该想之有，也是享有了后，该想之有。做伙来甲咱做分享。即句即个经节，若照旧约学家讲，这是摩西所写。咱对在读课文的时有读到即句。咱一生的年日是70，永壮通到80，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阮紧紧叫，紧紧过，阮就飞去。这咱拢真实，自囡仔时代就晓飞。我定下咧想，若摩西是活伫今仔日科技、医药，逐项拢足发达的时代，人的寿命会当加15岁、15甚至到20岁。可能摩西伊安尼写，人生的年日是80，若是永壮通到100，敢毋是？因为我家己伫医学院伫遐担任教学的工作，嘛伫医学院担任即个 IRB， 就是人体实验，包括医学伦理以及即个 biomed， 就是对迄个肝体手术了的肝体，这些资料医生要摕去研究，是要做甚物款的实验，拢爱对遮来申请这个委员会。所以我有参与这个工作已经20年久，所以我对伫人的生命的这个延长有真深的体验。总是上帝互人真公平，世间人2项代志，无论你做总统，你做记者，2项代志拢是公平，就是逐个人拢24点钟，逐个人拢会死。这上界公平，咱拢知影人伫世间这个年日是真少，无长，真短，几十番数若定。虽然人生真短暂，咱拢会将福禄财主寿甲名利权看作是人生终极的目标，差不多做梦嘛咧求啦，做梦嘛拢会求，对无？这是真好，这个物件咱得到了后，达到目标。不但会咱为着家己的人生带来好处，当然咱也好好利用，佮透过这物件生活之美来帮忙别人，造福别人，来应神益人，这是真好的代志。就正如咱圣灵教会，差不多是台湾长老教会上界大间的教会，佮有事业体，所以会当存济这些资源，会当去帮忙人，佮遮尔济的中职佮牧师，包括德生产的嘛有1、2位伫遮做长老、奉德长老。包括建贤长老，因一做就德生的长老，所以咱就拢知影，遮有真侪事业体，所以
咱拢会去帮忙别人，这是通欢喜的代志。相对的，咱若有拥有这的物件，会当去帮忙别人，这是真好。毋过，咱若另外一项，就是讲拥有这的了后，这物件无有发挥功用，若真正咱所想的拢达到，安尼永远拢敢有法度通去享受。若永远拢有了后，敢真正拢永远拢是你的，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所以这是真济的这个功课，值得咱来思考。所以我伫遮用3点来甲咱想，我会跳脱迄个迪士尼教册迄款的这个传统的模式，我今仔较用主题式，嘛较用启发式，嘛较用见证式来甲咱做分享。因为我家己迪士尼教册，伫大学教册，搁伫这个教会牧会30几年久，我知影21世纪的讲道爱跳脱迄个传统。所以我今日就用跳脱传统来甲咱思考，来甲咱分享，嘛甲咱做伙伫遮来想上帝的话。第一，享有了后，咱拢知影去年有一个澳洲这个科学家，这个 Goodall， 我若看到伊名，我拢感觉因后爸真好，和迄个 David Goodall， 大笔大项拢总好吼。这个名字是好了袂歹，104岁，伊名利权进入学问咯，真世界真出名一个科学家。但是伊104岁，生活不便，伊享有所有物件，伊咧想的是啥？想要死，所以伊伫旧年就去到这个瑞士伫遐来做尊严死。无，咱拢知影这个代志吼。富达人这个 case 咱就毋免伫遮来做譬如。搁一个这个巴菲特，咱拢知影伊拢熟悉伊，全世界实在是股票真高买嘛，趁真济钱。伫无偌久以前，美国的电视台，这个彭博电视台，甲伊访问，就甲伊访问讲：你遮尔济岁了后，你趁遮济钱了后，你享受遮济了后，你即摆咧想啥安尼啦？伊安那应，咱敢知影吼？伊讲一点钱一点都无路用，时间哪有路用吼？我毋知影伊讲这是咱即摆随时有啥物反应？即摆电脑做发达，有真济即个电脑的达人，有啊，人来讲啥物话就随时反应，骂啦、学了啦、肯定啦吼。伊安尼讲的时，我想咱绝对有一个回应，为想要甲回应对无吼？伊毋是安尼讲尔，伊搁安尼讲，伊讲吼钱对足侪人有路用哦，会当环游世界，买足侪房地产，买游艇啥物，但是即方面对我一点仔都无路用。伊咧想的是啥物？时间当有路用。咱会感觉足不可思议无？一个80几岁的人，伊会安尼想，有无？后来伊搁有讲，伊上届想的是啥？伊讲吼，我想要做的代志拢已经完成。目前我上忙的，就是想要成做历史上上介久的人。我看看吼，甲真世宏拢共款吼。人若有名利权了后，要永远拥有，伊要想要永远拥有。总是美国人真侪甲回应，安那回应吼？我刚才讲一两句，互咱做参考。美国人安那讲，伊讲吼，时间会通创造财富，但是财富却买袂倒来时间。金山银山无法度买到太阳，无落山，有影？真趣味。嘛有人讲吼，你讲钱无路用，无你摕来花用，哈。你讲时间当路用，我即马20几岁呢，我80当互你用安尼。但这是拢无可能，因为有钱的人讲钱无重要，无钱的拢讲钱真重要。所以咱享有了后，你咧想的是啥物？你的年纪、甲你的身份、甲你的地位、甲你所要做的，实在是迄个想有是无共款。包括即个旧约的诗篇，即个诗人有讲，世间人行做实在亲像影，因无用刺刺，真正无使讲。伊所接触的，毋知啥物人要触去，要摕去。这诗篇39篇6节，即个想到我定来主持个别式，即马去是人教册无啊，我拢就爱教学生，较无咧主持个别式。我做牧师30几档，主持至少300场以上。逐摆若要入牧的时，就爱甲清理甲做好势。我捌主持一个跳水，过去了后，骹手拢总开，腹肚去碰起。要入牧的时，一定拢爱甲敲，甲做好，甲放咧棺木。所以咱台湾话，我看到即款的状态，我一个感受：双骹贴齐，财产别人的。我意思就是讲，即个咱若入牧，一定拢骹拢爱用济嘛。因为遮个种仪式，我讲这吼，遮甲超高势，安尼全部放落去。当然，我也定听着讲双骹贴齐有啊，财产别人的就是入牧，拢爱贴好齐，穿鞋个教好。
了后，你所有的所有权拢登记伫别人的即个身上。莫怪巴菲特伊想要拥有遮个要活上久当然这是无可能。太阳有一天嘛是会落山。所以伫遮咱会通来思考一项，我有愿用家己的即个信仰体验来甲咱做伙想。第二点，享有只是一阵风，真短，真短。这张相片实在是3年前我去剑桥大学去做访问学者所翕。会去剑桥大学来做访问学者，实在是一个机会啦。我嘛毋敢想讲我有这个机会。就是几年前剑桥一个学院的院长来台湾演讲，我就甲伊熟悉，熟悉了后就人就介绍，这个某人爱写真侪册，是牧师，伫学校大学咧兼课，佮写两三百篇的论文等等。哇，这个院长就真。伊感觉真好奇，就我甲伊讨论。后来伊就甲我讲：你若有机会，你就来剑桥，甲阮做即个学术的交流。讲足实的，我30年前捌伫英国读册，但是我英文无好，佮我嘛无法度通带领咱啥物，我只有会通分享经验。讲阮要爱的是你的经验，毋是遐图书馆你整理的物件。后来我若经过即个学校即个正式，人讲即个 officially 就是较正式，也是讲较官方的即个公文的来往。所以我就3年前，甲我的牧师娘去到剑桥伫遐来做访问学者一个 term， 因为剑桥是叫做 term， 美国叫做 semester， 即个学校是叫做 quarter， 就是一年有4学期叫做 quarter， term 就是1学期8礼拜那点，semester 就是一年有2学期，所以我就去到遐有一个 term， 就是8礼拜，遐做访问学者甲因交流，因为。有即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就会定定有即个爱去各学院伫遐来分享去图书馆。我拢定定经过圣体学院一个钟，我拢一个感觉，即个一个钟也无啥物特别，总是毋知影逐日都有人伫遐咧参观，还有导游带即个旅游团伫遐咧伫遐咧介绍啦。有一天礼拜日，我就是要去礼拜，我看人介绍，我就甲我牧师娘讲，无咱停一下，让我听人介绍咧创啥。所以拢介绍了，我想讲无我徛在遮，你甲我翕安尼啦吼，我的牧师娘怎甲翕即张吼。即个景是安那，啥物有特别我特别要甲咱提起，就是咧讲，即个奉献即个景的人是 John Taylor， 叫约翰泰勒，伊本身就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即个毕业的，伊即摆是院士，因为伊真有钱，嘛发明足济物件。咱台湾即摆汽车在开车的时。你若定25度，就是永远25度，叫做恒温的空调的系统，就是伊。因为伊读机械，佮读自动控制，所以伊发明足侪物件，150项的专利，真好业。所以伊当去献即个钟，即个钟有1.5公尺，就150公分，无时针嘛无秒针，干那 LED 灯伫遐说。顶面有一只草莓即喙合一个叫做1秒，吼。下底有一个钟摆伫遐咧喊吼，1点钟到的时，伊遐内面有一个电子观察，将我弄个当一下安尼。2008年伊奉献了后，就请即个Stephen Hawking， 这是去年过身去，震动人，咱拢知影伊是足出名的物理学家。嘛有人讲伊是爱因斯坦第2，伊的学院就是我大个学院的隔壁，我住卫斯敏斯特，伊住三民学院，总是伊拢袂讲话吼，甲杀伊去节目。最主要原因就是写一本册叫做《时间干数》，这本册当中看到做40几个语言，所以伊请伊去做这个节目安尼啦。了后我迄天特别听人介绍了后，拢无介绍了。这个我认真我去甲看吼，这个钟的下底这个大理石有刻一个圣经节，总是伊是用列丁文刻的，我就甲翕起来，等于查考。原来伊就是约翰福音。1书2章17节的头半段，搁世间甲伊的需要对过去，干那安尼那定。我奇怪，可惜无甲放这个下半节的经文，这下半节的经文还搁较重要。独独行上帝旨意的永远伫地，无刻。因为剑桥大学是英国圣公会去设立的，有足侪学院，每一个学院拢有伊的特色。这个钟吼足特别草莓钟，好吧？这个草莓顶面迄字吼，咱对英文甲看，免去甲看的。希腊文2字，咱慢慢去看，伊是2字斗起来，一个是 chronos 时间，一个叫做法语吞食，叫做时间的吞食，时间的吞食者。伊的英文叫做 time eater
就是即个咧食时间的草蜢啊。想会用安尼，就是即个草蜢啊，吼，无秒针啦，啊，喙合一个1秒，到59秒伊会开起来，拢开起来，啊，将我甲即个时间加去，1分钟过去啊。59分59秒，伊不但会然后即个钟摆个弄一个当安尼足大声，就是代表你1点钟过去啊。我看到这时，我就想到我囡仔时代50几年前，虽然文甲庄稼人讲的一句话，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因为我总爱在遐徛迄分钟，我嘛总爱在遐徛59分59秒，看伊当一下，啊，佮看伊徛一下安尼。我拢有足一个特别的感觉，啊，徛一摆我就讲啊，我佮往死亡行一步啊，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有无？啊，其实黄俊雄报地戏，伊咧讲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这是一个真乡土，其实真有哲理。啊，其实即句话是德国的哲学家即个 Heidegger 伊讲的，因为有写一本册叫做《存在甲时间》（Being and Time）。即本册内面伊写，伊讲人就是行往死亡的准由。你若当活80，你生出来了后1岁，你过一日你就减一日啦。所以哲学家嘛拢画一个人，搁一个梦，迄个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咱台湾的布袋戏是真乡土，但真有哲学味。所以我看到这时，我就特别有这个足深的思考。所以我回来了，我又为了这个写一本册。啊，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面，我有去特别去查考John Taylor伊啥会奉献这个精，互伊的学校。就是讲，伊少年的时，伊毋捌想过伊生命的长短。伊70岁生日的时，伊讲伊第一摆去意识到时间所剩的无济，但是佫有足济代志要做。这是伊的感受。我相信咱中间嘛有真侪人即款感受。所以伊当会讲，我想要利用最后的一寡时日做一寡啥。所以我想到我所尊敬的这个哈里森，伊将伊的草蜢啊、的链啊稳藏伫人的视线之外。我简单来介绍这个哈里森是啥物人？这是英国出名的钟表家嘛，机械家。然后伊有去发明迄个船伫大海，伊会通用伊的这个机械定位，伊是伫经度几度，所以就知影你的船伫倒位。所以因为伊发明这了后，全世界的这个航海是进入一个历史。这个哈里森伊甲所有机械拢放伫这个箱仔内面，佮伊有发明迄个，就是像草蜢咧爬时间1秒1秒爬，喙安尼合安尼共款。这个John Taylor伊就讲，我要上我所做的，甲草蜢对内面请出来外口，互伊吞食每1分每1秒，来提醒警示人时间一个去就无倒转来，1分1秒拢是咧接近死亡。我看到这，我就知影有影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有啊。我当时拢会甲我牧师娘讲，我免贪心啦，牧师讲70用总到80。我取这个平均值，我活75就好啦吼。但是这毋是你会当去决定的，照所注定人一般死，这是上帝伫手里，你袂当去命定这个代志，这是上帝。所以逐摆的洋人若咧讨论安乐死，我拢会徛伫宗教徛伫信仰去咧讲这个代志。但是若是这个非基督徒伊顾着迄病人吼，不过顾甲艰苦坐怪，拢嘛要安乐死。我拢甲讲，人的死甲人的生命出身，毋是你会当决定，这是绝对的关系。你会当选择，这是相对的关系。所以我定定用安尼去做家己的这个思考。所以这个John Taylor伊安尼讲的时，我一个真深的一个体会，真深的体会。所以真深的体会了后，我想到伫10几年前，我教会迄个时阵我还搁伫牧会，我教会一个企业家，伊伫全世界有真侪顾问公司，伊也趁真侪钱。伊特别退休的进前，伊一摆邀请我去高雄港，伊的办公室之一，因为伊伫台北、伫高雄、伫国外拢有伊的办公室。伫高雄迄个办公室非常大，伫大楼，伫高雄港边有200几平，分做3个单位。伊特别退休进前，就讲牧师，你来做一个礼拜，所以我就去做礼拜伫即个公司。了后就伫伊的公司参观，伊办公室非常水。会当看高雄市甲所有高雄港，佮3个即个单位 unit 3个单位，佮伊的地下室几个停车位，佮后免税的车啥物足济吼。我讲某人吼，我一个足心善理吼，你真正无简单的，你享受遮济。伊甲我应一句话，牧师即暂时的啦，我要退休啦，上帝叫我管的啦。我若死了后，就是亲像我讲的，迄个双脚叠一个财产别人的，
可能我爱登记阮囝，可能爱登记别人，这是咱暂时的那点啦。牧师你知影，我知影，伊讲你做牧师甲上帝的关系，这当是永恒的啦。啊，你带阮伫敬拜上帝，就是永恒的。所以我真有感动。我想伫这本册内面写一句，当然这内面120万字，我写一句，甲咱做分享。任何看会到有形物质，拢是暂时，包括人类的肉体、性命、财富、权力、声望，拢是人无可能永远持有。随着拥有者的寿命结束，且一切拢过一段落，转移到别人的名下，归别人所有。敢是安尼？所以真侪人一直要用心计较要选总统，我一直咧想讲，100年后，毋知人还佫会记得伊的名无？莫讲选总统吼，我会记得我是台南出世，庄脚出世，我囡仔时代县长啥物名我袂记得啊，无人去记的。毋过伊所做伊所留落来脚迹是人永远记得。所以享有了的享有，这是该享之有。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咱爱倒转来想该想之有。我囡仔时代咧读传道书，读无啥有，拢讲虚空的虚空，空虚的空虚，那像佛教教咧讲四大皆空啦，逐项拢空，我读无啦。后来我较济岁做牧师，慢慢灵修，慢慢研究神学，我即马就较知影。我较知影了后，我用3个投影片 PPT， 互咱了解传道书伊咧传达的重点是啥物，安尼就好吼。传道书伊所传达出来信息，就是要互人知影，罪恶甲死亡这两件事，互咱活伫世间的本质是有限的，嘛是暂时的，佫是空虚的。伊最需要强调的是安尼，特别是指遐的只有看短暂的现实，无将目标看伫永恒事物的人，佫较是安尼。伊咧强调是安尼，伊讲即款的人会受到真严重的挑战，甚至会惊完全的空虚。为着要互即个世间无落入即个完全的空虚，即个传道书伊提醒咱，即个，伊讲人若会当正做上帝启示的媒介，来遮着显出上帝的善良、智慧甲公义的本性，安尼人生才有意义。所以人若要伫日光的下面活得有意义，就一个方法，归向上帝，用敬畏、顺服、信靠的态度，接受一切出自上帝的安排，佮运用上帝所赐的快乐。去享受现有生活，你所拥有的来应神益人。其实传道书咱若要读，是重点伫怎样的定啦？因为咱拢会死，我定定嘛会想，我才无爱生在郭台铭因兜做因囝。你毋是会当选择的，这是命定。我嘛袂当讲宿命论，这是上帝旨意，这是十地的关系，你袂当决定的。毋过我想要做牧师，你想要做医生。你想要去做国民学老师，你想要做公车的司机，这是相对的，你会当选择的。总是虽然是安尼，人会当通过相对的去成就上帝互你的绝对的关系。你若是伫最后加一直拢咧享有，想有了后拢是只有家己，安尼这是空虚。所以咱传道书咧讲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无甲传道书放今日主题经节，是我有咧讲，我要跳脱这个传统。干那一个经节拢咧分析，我要用几个经节对圣经的话语来咧讲，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诗人有讲，诗人足清楚，伊讲：你以外伫天灵我有自罪，你以外伫地灵我无所羡慕，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消无，总是上帝是我的心肝的快乐，也是我的基业，直到永远。诗人到一段时间的时，伊就安尼想，伊讲这当是永恒的啦。再来耶稣有5块饼2尾鱼的见证，真侪人有对伊了后吼，真侪人嘛要去对伊。耶稣知影你要对我是看到迄个表象，敢若看到遐个物质，你无看到背后迄个灵命迄个要紧的事。所以耶稣毋当甲遮人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耶稣有一个口头禅吼，我实实在在甲恁讲吼，恁遮的憔悴，毋是因为看到新食，是因为食饼到饱那定。无得为着败坏美牛来着磨，着为着长长直直永远的美牛来着磨，就是人主所要互恁的，因为伊是被上帝所看因的，这是永恒的，嘛是享有了人会去享有的。毋是干那耶稣安尼讲，保罗伊体会这个事，伊嘛足清楚有讲，因为阮毋是看伫所会看见的，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所会看见的是暂时，所未看见的是永远。所以我一直家己咧思考，我知影，我继续伫
伫大型教会牧会，人经费我毋免烦恼，慢慢就去共请安报告，慢慢就坐火车安尼走总。总是我相信，我所做的是永恒。就亲像周连华牧师要过身的进前，逐摆来看着我，不要误会了，30几年了，应该好好去做面的事情，不是做点的事情，做一些牺牲的事情，才能够享受牺牲，牺牲享受。我以华语甲我讲，我当然都爱华语甲咱译。伊有写批互我，拢是用毛笔，所以我写的册，伊捌伫遐看，伊用毛笔甲我鼓励。伊咧讲。你会记的你去新南营教这，去伫学校可能经济真欠缺，不过你会当造就真侪人，这是看袂到的，这是永恒的，是永远的。这是伊用伊长辈安尼甲我讲。所以玉山新南营，我知影顶个院长就甲我讲，胡牧师啊，因为我的同学，伊拢叫我中明啦，中明，薪水发不出来该怎么办？要不要来跟双联教会借安尼啦？我讲在想办法，甲在感谢有人奉献。这个月伊佫甲我讲，中明，佫发袂出来，安尼要安怎？佫祈祷，感谢这个月拄啊玉山新南营奉献主日，这老师拢爱出去募款，拄啊假期，所以我顶礼拜拄啊领着薪水。咱拢知影这是一个处境，一个困难。拜三开会时，院长嘛讲，咱这淡仔沟拢爱破啊。有去申请补助200万，欠40几万。伊讲这边安怎？我有讲，我来双联教会报告一下，安尼吼。我嘛有甲讲吼，我搁倒来德行教会报告一下，安尼。这查某囝插嘛无要紧啦，安尼。当然还佫有真济的欠过，佫有欠人8000几万，逐个月拢爱50几万去纳利息。我是看到这50几万安尼拨出去，我足艰苦。遐钱是安怎？都欠这个利息，我知影有管理上、建筑上遮种种的困难，总是咱教会有听主的兄弟，伊足愿意要来帮忙这个代志，所以我真感谢。我真毋望讲，咱所有的就是看伫所未看见的，因为这是永远。所以我伫遮来做结论，因为教会甲我讲，讲道毋通超过30分、25分就好，所以我就25分哈。检测人经过努力，加上运气。享有荣华富贵，也是讲人生行到最后的阶段，所剩的时间无偌济，无法度继续享有家己的拥有的时，人往往会对心中出现一个想有，就亲像帕菲特共款，伊要长退休；亲像骨德沃共款，伊要想要较早死。甚至有的人永远无爱死，有的人惊疼，从我去找救这个毋是安乐死啦，其实迄种协助死亡。你若认真去读英文，迄时还是一个协助死亡，毋是安乐死。若是安尼时，咱若永远享有咱家己的所拥有，这个逻辑是袂通的。总是事实上，人享有会当用尽的人，这真好。不过你若想有的时，会当亲像一杯凉水，甲迄个会当互有需要的人，你互伊，安尼这就是永恒的。因为我拢定来讲，我做牧师做久，定来咧主持众席。我少年的时，袂感觉我日子近啊，我60岁啊，我感觉我日子愈来愈近。我嘛知影，照所注定，人一摆死，佫死后有审判，所以我有哪会面对这个代志。但是我即摆所惊，毋是惊死咧。我定来讲，我毋是惊死，我惊袂死、歹死、艰苦死、想要死佫死袂去，破病倒遐佫袂死，我迄是足痛苦。所以我定去探访的时，迄吊杆拖袂死，迄是艰苦甲。我嘛毋知讲，我若有一天安尼要安怎？但这无可怕，肉体是暂时这个伫上帝遐，但是永远。因为咱讲约翰一书2章17节安尼甲咱讲，佮世间甲伊的随欲得过去，独独行上帝旨意的永远伫地。所以通过这个题目，享有了后会享有，就是这个。愿上帝帮助咱，嘛毋望上帝感动咱，为了玉山新南院来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为真做你我咱大家帮助，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阮正做基督徒，伫6日无用的时，会当第7日到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奥妙、佮真、佮活的话语，会当互阮伫遮有心灵的这个造就。主啊，阮也真感谢你，互阮伫全世界70几亿的人口中间，阮因为共一个信仰、共一个救主，佮共伫上联教会聚会，互阮正做一体。
主啊，这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特别恩典。但我较感谢的，就是互双连教会有事业体，有遮尔好的牧师的团队，甲中级的管理者的，互双连教会除了奉献以外，抑佫有事业体，会当有一寡遮的经济的能力，会当去帮助人，就亲像一杯凉水，互遮需要的同款。主求你来感动一人，主求你也求你，互双连教会过去对伫玉山神的帮忙，会当伫现在甚至煞到伫将来。愿主你恩典继续带领，因为阮互人的比甲人体较福气。阮伫玉山神内虽然都爱去共体，但求上帝你嘛有当互阮知影，阮要对伫信仰的内面，阮要来显露，互阮会通因为信仰，阮互人，互阮比甲人体抑佫较有福气。阮今日所分享的信息来献做这，愿主你欢喜感纳，正做阮的帮助。伫你面前献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续接咱吟诗学了上帝，圣诗476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得完全。请起立。请坐。第阿未奉献的大圣，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到阮双连礼拜，双连教会做礼拜兄弟，阮期待
你会当将你的资料伫你的座位前有留名卡来写落来，阮真正意外期待你将双连教会当做你属灵的家，逐礼拜拢来，阮真正欢迎你。拄咱玉山圣雅医副院长吴牧师所讲的，若有深深感动你的心，你也愿意诚祝福别人的人，咱有奉献地，咱将咱的疼心放伫奉献地内底，诚做因的帮赞。你留名资料写好了，等下请牧师来甲你欢迎，咱直接来奉献。咱做伙来祈祷。至诚的悲上帝主，我一摆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你差派你的仆人玉山圣雅医副院长吴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虽望因有欠缺，总是主，你互阮有互人的迄个感动，主啊，求你亲自感动阮，互阮会当诚做祝福别人的人来荣光你的名。主啊，也求你大大祝福玉山圣雅医在栽培圣学生，你的门徒的过程当中，一切拢顺遂，互因会当伫伊学习的过程当中，将来诚做阮台湾国的祝福。我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坐。再者，我来报告，咱县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咱感谢咱玉山新学院的副院长何忠明牧师来咱教会真辛苦，伊讲3场，咱搁一摆来感谢伊。你若有深受到感动，今日检测你无备班，袂紧，你转去备班，将你奉献的，我相信上帝会大大祝福你。第4点，集体关怀，本会王清柳执事的婆婆陈杨春枝姊妹，伫个5月14安息，要定伫个5月31，就是即礼拜拜5上午11点。在第2殡仪馆景阳楼3楼至美餐厅举行公祭，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本会同意的姊妹伫个5月18安息主怀，要定伫个6月13礼拜4上午10点半，在第2殡仪馆景阳楼1楼至真一厅举行日练的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咱来看第5页青少年牧区的事工。今仔日有葡萄树小组甲青少年的家长座谈会内容真好要讲要安怎教囡仔期待大家有闲会当来去12楼下晡1点开始。接着咱请咱的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遮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遮有林群恩甲群佑，这应该是顺营技术的孙仔因对美国回来欢迎因，请坐。当然，迄个欧牧师若是第一遍来教会讲道咱真正特别关心玉山新学院的逐项事工咱毋是简单讲咱伫遮了解，咱应该当透过咱的经济上的支持伫代祷中间来替因祈祷这对咱台湾的正教会发展是非常重要所以请大家特别爱关心玉山新学院的逐项事工。搁另外牧师要来大家报告的是讲，咱看咱的周报的第4页才有一个第3点就是讲，咱伫下晡1点到3点半有一个新圣诗的观摩演习会这是开放予所有的兄弟姊妹参与因为咱知影咱伫即个2009年开始就已经有新圣诗的出版新圣诗出版了，虽然咱的教会还阁是用旧圣诗但新圣诗内底有真侪只新的诗歌有各种无共风格的诗歌，咱做伙来学习安尼会当较丰富咱的礼拜所以请大家会当拨时间等下7点开始就是伫礼拜堂咱会来举行这个请大家准备心来参与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亲自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互阮领受你的话语。主，阮也知，伫台湾有真侪无共款的葡萄园，有正当工咧服侍，有的伫教会内底服侍，有的伫学校内底服侍，但总是阮知，所有当工服侍的目的，就是要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救人的福音赶紧传播出去，所以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奉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新学院，透过阮的关心支持，互这间学院勇壮起来，成做真济，特别是原住民教会的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
阮也将新朋友群恩甲群友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不论伫台湾、伫美国，因出入拢得到主的赏赐的平安，互因领受主大的恩典。阮上时也将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交代伫主的手中。如果若有忧伤、艰苦、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安慰，也互阮透过阮甲你三亲近了后，得到力量甲气力，出去外面实践，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营509首，乌鲁天父万福本源，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蔡牧师、甲牧师团队，以及中级服侍团队正当工三甲伫地，也甲青年教会事业体这个要紧的福音事工三甲伫地，以及伫遮参与敬拜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保证，阿门。请坐，灭岛社温，强受车恳。